涵，想要来邀请伊来，因为拄啊呢，上赶讲无机会，互伊来讲一寡想法。请问咱武涵敢有伫遮？武涵，我拄坐伫遮。武涵，武涵伫遐有伫现场。好，好，来，我要请咱武涵来介绍讲，伊最后咱邀请伊来做特别表演的这首歌，这是伫什么款的状况参加什么款的情景来来许？我感觉因为这件代志对咱推煞台语来讲呢，真有是一个真大的望，所以来请武涵来讲过，好无？多谢。好，就是逐当声台拢有毕业歌的精选。就是我是自细汉就有咧写台语歌，所以就是台语甲音乐就是我上重要的兴趣，所以就想讲要安怎用音乐甲台语，甲我伫台文系所学习到的物件，佮有对台湾文化，是对声台的感情写出来，对所以这首歌叫做走路造路，对这个灵感是来自因为声台附近因为有地下水道定定咧修理哦，所以定定会封路对不过这个意象就互我想到，其实阮咧行每一步头前的路，其实拢唔知影就像先讲台语先讲台语一定会成功，不过人讲到台文系，也是讲。你是讲台语的人，你听少这个台语，毋过你定定会拄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讲你读这要创啥，你讲这要创啥，就是想讲台语无路用学台文无路用讲母语嘛无路用，为虾米要读要吹哨？我就感觉讲，路是人行出来的，爱用才会有路用，所以就是这走路的这灵感就是安尼。最后一句真重要，就是甲五望种落地，无声行踪。这个无声是纪念伫咱对声台有真侪付出的林木生教授安尼。就是有这段故事分享给大家，多谢。好，多谢雨涵。好，咱即届呢特别邀请雨涵呢，佮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讲即届声台毕业歌的评选呢，拢总有几首歌投过。有三首台语歌，今仔日原本阁有另外一个团队会来表演，毋过因是一个足厉害，甲民谣，阁甲台湾社会，阁甲声台生活，拢甲伊揽做伙创作一条歌，叫做小媒体。因原本今仔日嘛会来，毋过拄好有临时有时间的问题，这个行程表已经真满，可能无法度。搁调整，所以就真遗憾，就是希望大家会当去 YouTube 内底听搜寻这个成大毕业歌内底就有7条歌，大家会当去听，多谢。好，所以呢，真感动吼，就讲咱的少年用台语来写歌，所以这就是因来替咱台语的发展做路，感谢因。好。